睇住啦。哦。喂，喺度又係我 Jeff 哥。今日嚟到陽澄湖，我哋等咗呢日好耐啦。我哋嚟到呢個陽澄湖為咗咩？就係食大閘蟹，同埋解開大閘蟹之謎俾大家。話俾大家聽，究竟乜嘢先係叫做正宗嘅陽澄湖大閘蟹？我哋依家喺呢個陽澄湖美人腿嘅一個景點裏邊。咁我哋第一陣間就會去蟹龍嘅屋企，俾大家睇下乜嘢叫正宗陽澄湖大閘蟹。咁我哋依家嚟到美人腿嘅蓮花島碼頭，呢個位就係啱啱開場嗰個位嘅後面嚟嘅。咁呢度有架小火車，大家可以喺度打卡。其實好多人都喺度打緊卡。其實正宗嘅陽澄湖大閘蟹咧，就係湖入邊養嘅。大閘蟹咧係有分湖區養殖同埋有塘蟹嘅。咁其實塘蟹係乜嘢咧？塘蟹即係咧喺呢個湖嘅側邊嘅地方咧，挖一個坑，跟住咧擠啲陽澄湖嘅水落去，跟住就開始掉啲蟹苗落去養。但係我講就冇用。等陣間我會去問下蟹龍究竟個分別喺邊度，到時佢哋就會話俾你哋聽，我哋會同佢哋做個訪問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即刻就去食大閘蟹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嚟到蟹龍嘅屋企啦。咁呢度咧，其實佢係喺個村入邊嘅。咁其實啱啱咧，老闆同我哋講咧，都有好幾個香港人揾到佢哋食過喎。咁其實呢間餐廳咧，完全就係佢哋嘅屋企嚟嘅。你可以望下。咁佢真係得一張細台同埋兩張細台，跟住入邊咧，呢度有個房。同埋大家要嚟嘅話咧，記得真係一定要先提前話俾佢哋聽。如果你直接殺過嚟話我要食蟹咧，係食唔到噶，係冇噶。咁跟住咧，其實陽澄湖呢度咧，佢出邊係有好多餐館嘅，但係咧，你係咪真係食到湖蟹咧，就唔一定啊。因為其實好多餐館咧，佢自己都唔係蟹農。咁你攞到湖蟹嘅貨咧，其實都唔多嘅。咁當然啦，你可以問佢啊。你有冇湖蟹啊？或者你係呢啲係咪塘蟹啊？咁我今日咧就嗌咗3隻蟹，跟住咧5兩嘅公蟹，4兩公同埋3.5兩母。噔噔，咁一陣佢就會成為我囊中物啊！呢隻就係5兩蟹，大家睇下，勁大隻喎，超大隻喎，睇唔睇到啊？跟住咧呢隻蟹咧就係今日凌晨咧喺陽澄湖嗰度撈嘅。如果你唔喺度食咧，因為佢賣出去咧，佢保證係陽澄湖大閘蟹咧，佢就會有呢個今年嘅蟹標。你睇下呢度係2025年寫住嘅。呢個 QR code 咧 scan 咗咧就可以睇到佢個蟹源。即刻掃俾大家睇下呢個蟹標啊！防偽源，你睇下呢度係由乜乜乜養殖嘅，乜乜乜產地喺邊度嘅。跟住呢個碼啦，我會打埋咗佢啊！你會見到呢度佢有個證書嘅。跟住啦，例如你啊，養殖係湖區啦。咁咧呢個橙色嘅咧就係湖區啦。咁有綠色咧就係塘蟹先用綠色嘅。咁啊，連你個湖喺邊度啊，嗰個坐標啊都會顯示埋嘅。究竟你個湖屬於邊度，個蟹苗嘅情況，所有嘅信息咧都會睇到嘅。怎麼看它就是裡面有沒有黃啊，有沒有膏啊？就像公蟹現在就是說天氣太熱了。公蟹沒有很飽滿，然後母蟹會鼓出來。比如說母蟹，它這裡是有一條縫，就是它鼓起來，就說明了它這個裡面的黃飽滿了，頂起來了，剛才。哦，就這個位置是吧？對對對。如果說前期的話，它是合在一起的。哦，就是這裡有條縫，代表它膏很飽滿了。這條縫之前是合着的，現在它能夠這樣。現在它裡面黃飽滿了，就把它頂起來了。但其實現在公蟹也沒有很肥，是吧？公蟹現在最近又熱4兩公的話，其實還可以，就這裡會有一點點，就是說這兩個嘴邊上會有點發紅、發橙色這種，就說明它裡面已經的裡面的黃和膏還可以了。對，但是像這個就會稍微白一點點，就沒有那麼明顯。明白了。對，如果說還要更仔細的看，就只能掰進去看了。對，你看它現在裡面這個。發紅的哦，這個、對，它這一條紅下來的，就說明它裡面已經是飽滿了。哦，已經滿到這腸裡面，差不多到腸這裡都有。對對對，就一條都是紅下來的這樣子。哦，明白了。
这只要不要掰到这太下面，就一般没关系。但是我们去买蟹，他不会这样人给对，他一般是摘起来的呀。一般是不让掰的，因為這樣容易傷到蟹。他吐泡泡啦，佢已經嘔晒泡啦，勁嬲啊已經，嬲到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啦，咁呢個訪問都幾長。哇！咁咧，因為佢今日就唔係好想食蟹，咁我哋嗌咗其他菜食啦。呢個咧就係銀魚炒蛋，滷味拼盤、鴨絲、毛豆同埋雞腎。跟住佢哋啱啱出邊菜田度炆出嚟嘅青菜。跟住咧呢個啱啱見到嗰度有幾隻雞啦，就真係佢哋嘅土雞湯啊！有個土雞湯，哇！呢個湯睇落都正。咁我哋嗌咗半隻嘅呢個雞就係好啦。咁蟹咧仲搞緊啦，我哋先試下呢個先。咁我而家試下啲菜俾大家先，試咗呢個銀魚炒蛋先。其實佢啱啱已經偷食咗啦，一路訪問佢都偷食，一睇就知好食啦呢個。勁好食啊，超正！呢個係土雞蛋啦，跟住呢個魚咧係勁新鮮喎，即係嗰啲細魚仔咧，但係佢唔係嗰啲乾貨啲嚟喎，係鮮魚嚟喎，非常之新鮮，勁好食，勁好食。跟住我試下呢個啱啱炆嘅青菜先，你係食到嗰邊嗰啲土腥味嗰陣時，你沒吃到嗎？我有點土腥味。跟住我試下呢個雞湯先。這雞是今天殺的嘛？剛剛殺的，啱啱今日殺，今天早上殺的，真係新鮮啊！你真係喺上海附近咧，好難揾到新鮮雞食，勁好食喎！黐線，好好食呢個雞，好新鮮喎！我呢個真係好似我以前細個咧，香港咪有嗰啲，仲有街市有買新鮮雞嘅，即刻殺即刻食嘅。呢家你基本上都係冰鮮或者急凍嗰啲咧，係食翻嗰種味啊，超正！哇，好鮮啊湯，因為佢仲要加埋啲菇。大家如果嚟話呢個必嗌，話俾你聽，呢個蛋都係必嗌。跟住試下呢個醬，呢個酒釀啊，跟住個雞腎，唔係好鹹，好多味嘅。呢個其實味道唔係好濃，佢有少少酒味，有少少黃酒味，但係佢唔係好重味道嘅。我就冇覺得呢啲新鮮嘢咁驚豔咯，還可以。但係講真話，但係公平講啊，佢唔係唔好食，只不過我覺得佢唔夠濃啫。因為呢啲土雞蛋啊、銀魚啊，跟住土雞湯咧，佢原本食材嘅鮮味已經好重。呢個咧略嫌唔夠鹹，因為你諗住醃滷水嗰啲，諗住佢好重味，但係佢冇啊。補充一下先啊，呢個對佢有啲唔公平。其實呢個我食第二條又冇喎，咁啱嗰條菜有咗，我嘅第二條都好新鮮喎。我沒覺得有，呢啲全部都係新鮮食材。好，大閘蟹又嚟咗咯，大家睇下，哇！一大兜好熱嘅，但係佢個蟹醋咧就啲薑咧係剁碎咗俾你嘅，仲要加咗紅糖喎。我 feel 到佢入邊有啲紅糖嗰啲刮嗰啲喎，係加紅糖，甜酸加有薑味。咁呢度3隻啦，咁我梗係食咗大佢哋嗰隻先啦，開玩笑咩？即刻俾大家睇下，真係正宗陽澄湖蟹。點解咧要嚟食陽澄湖嘅湖蟹咧？其實塘蟹咧養出嚟咧，你好難避免都有少少土腥味。正宗嘅湖蟹養出嚟咧，係完全係冇腥味嘅。咁我哋已經拆晒啲雜蟹嗰啲，咁我而家趁熱食啦要。哇！即刻俾大家睇下先，嗱呢個尾巴又唔要啦。哇！大家食蟹都知㗎啦，唔使我教啦嘛。呢個心臟唔食得，係咪先？跟住呢個胃係唔食得嘅，中間嗰個。跟住呢啲腮咧唔食得嘅。簡單講下啦，好乾淨喎隻蟹。哇！真係喎，講真，我咁大個仔食咗咁多年大閘蟹，正常你聞落去都有嗰啲少少腥嗰啲。呢隻蟹你係聞唔到喎，你反而係聞到嗰啲蟹肉嗰啲甜味喎。哇！呢個哇！
哦，直接嚟嘅喎。幸福感滿滿啊！哇，真係好正喎，非常之甜。大家睇下，我真係未試過佢係呢個味喎，其實真係，即係佢係好清甜，佢係一啲泥腥味都係冇嘅。個蟹膏咧，公蟹蟹膏咧係勁張嘴啦，跟住係勁甜啦。我試咗啖俾大家睇下，真係超正，超新鮮。可能佢係今朝先撈咧，因為其實你喺度食佢嘅蟹咧，佢全部都係凌晨撈噶啦。咁你嗰日嚟咧就即刻食，一定咧係最新鮮。你都唔想拍啊我想專心食呢隻蟹。你平時咧，你如果喺香港或者第度食嗰啲蟹咧，咪會有嗰啲泥泥地嗰啲味咧，或者有啲蟹嗰啲腥腥地嗰啲味。呢度你係完全食唔到啊！同埋啲蟹肉咧都有少少唔同。佢係冇嗰啲好妹妹地定鬆鬆地嗰啲，佢啲蟹肉咧似係你食嗰啲青蟹嗰啲咧係結實嗰啲。因為正常你食大閘蟹咧，你都唔會食嗰啲肉噶嘛，即係唔會食咁多啦，去食嗰啲肉啦。但係咧佢呢個蟹咧有海鮮咁喎，雖然佢係河鮮啊。我開埋第二隻啊，呢隻係細少少嘅公蟹，但係呢隻咧佢都話俾我聽，呢隻會多高啲，因為佢飽滿啲。哇！因為原本佢話唔食嘅，咁而家佢話要試下，咁剝埋呢隻俾佢試下啦，近鏡。哇，它那个粘嘴，好不好吃？你說是不是一點腥味都沒有？你看，還要吃，它還要吃。我沒了，是不是？廢了。哇，粘嘴耶！好不好吃啊？好好吃啊！而且真的一點腥味都沒有。一點腥味都沒有。其實我都係第一次過嚟陽澄湖呢度食大閘蟹。講真，我都係第一次過嚟食。因為平時咧，我哋喺上海咧，我就會去街市啊，或者側邊嗰啲賣嗰啲塘蟹啊，或者嗰啲平嗰啲過嚟食咧，未試過嚟呢度食嘅真係。或者大家都知道上海有間好出名嘅成龍行啊，我都會即係會去嗰度食嘅。但係喺陽澄湖呢度今日食嘅蟹，我真係未試過，嗰個感覺係完全唔同。你唔嚟呢度食咧，真係唔會知道。我唔識形容俾大家聽，反正大家嚟試下啦。本身咧，我就諗住專心食蟹嘅，唔影嘅。不過試完呢條腿之後咧，真係要俾大家睇下。睇下佢，我手指咁粗，佢呢個蟹腳咧係完全甜啊！哇，幾時食㗎？哦，我仲要係冇用醋喎，知唔知甜啊？甜的，真係嗰啲鮮甜嗰種甜。就是只有好的。塘蟹同埋湖蟹呢個差別好大，因為咧佢自己咧就嚟過呢度食過，佢以為嗰啲係正宗啦，佢就話嗰次話，其實都冇咁好食啫，因為你食唔到湖蟹啊。因為咧其實因為我哋嚟咧大嗰隻蟹，佢都話俾我聽咧，5兩嗰隻咧係冇咁多膏嘅，真係4兩嗰隻好啲嘅。咁如果大家嚟咧，真係問清楚佢邊個重量嘅蟹會多膏啲，因為其實佢已經提醒咗我啦，佢話俾我聽係4兩係好啲嘅，因為依家其實都仲未夠凍。所以咧大隻嘅蟹咧佢未夠多膏嘅，咁但係因為我要俾大家睇咧，想俾大隻啲嘛，咁嗌5兩。廢話不多講啊，即刻俾大家睇下呢個母蟹。嗱，我已經呢隻蟹已經擺咗20-30分鐘啦，聲啊聲，唔聲啊唔聲，好老實話俾大家聽。哇！大家嚟，雖然佢俾啲咁大兜醋嚟啊，你睇下呢兜醋咁大兜，其實真係基本上可以唔用啊，除非你食嗰啲蟹膏可以加少少啊。你啲肉咧，我話俾你聽都冇肉，清理完啦，睇住啦。哇！呢個咁大個，你睇下呢個係咁大個，成隻哇！哇！好好食啊，黐線，好甜啊！佢嗰個橙色嗰個咧，真係好似有少少嗰個鹹蛋嗰個感覺啊，同埋係鮮甜啊！我擺咗好耐㗎啦，我食晒2隻公蟹先食，同埋咧嗰陣唔中意食太大隻，
因為越大隻越貴。你反而咧食嗰啲3-4兩啦，食多幾隻。老實講啦，就算你喺香港食啊，佢話俾你聽正宗陽澄湖，我俾佢真係正宗陽澄湖嘅湖蟹好味。但係你去到香港，你起碼都要3-5日啦，到你真係食得，佢都冇咁肥啦，冇咁正啦。呢度你新鮮食係咪先？佢一上水你即刻俾你食咗，跟住抄完。跟住仲有隻醉蟹，但係大家嚟咧食唔到嘅，因為呢個咧其實係佢哋自己醃自己食嘅，呢度係冇賣㗎。呢啲嘢真係咧講求嘅食材係好緊要。你用湖蟹俾你做焗煙，實好食啦，大佬。唔係勁濃嘅酒味，啱啱好啊，都食到蟹個鮮味，仲保留咗喺度。咁啱佢有，佢又拎俾我試下。咩啊？就酥啊！睇下呢包，勁好食喎，酒味加埋個蟹膏味，哇！就係咧呢啲黃色嗰啲膏咧，因為佢係軟噶嘛，嗰個可以醃到嗰啲蟹嗰啲，唔係嗰個黃酒嗰個味。橙色嗰啲因為結實噶嘛，嗰啲酒咧冇咁入嘅。咁咧黃色嗰個膏咧一啜落去咧，嗰啖酒味加埋個蟹膏味咧，哇，勁正，超好食，都講嚟都冇用，大家都冇得食。吃到几月份，这个得取决于起的那个起蟹量。我们如果今年前期起得多的话，那我们几个月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说起得少的话，我们可能陆陆续续到年前可能都还会有。起蟹上来的话，它是会越养越瘦的，因为也没有东西给它吃。差不多起上来个2-3天之后就会瘦掉了，口感一些就没有那么好了。最好就是当天能吃到就当天吃，过了几天它会越养越瘦的。就是它起上来之后，有些蟹它不一定会吃，就是你把它暂养在那里，它也不一定会进食了。红色标的话是阳澄湖的湖蟹，就围网养殖的湖蟹；塘蟹的话就是高标准养殖的，就是塘养的那种。湖蟹就是我们湖区养殖的，螃蟹那种就是在那个岸上，然后人工挖的那种养殖的塘，放在那里面养殖的。差距的话，围网的话，它水是活水，然后再其次嘛，就是阳澄湖湖底的那个地质是硬的泥沙底的，这种的话养出来的螃蟹会更干净。塘里的话可能就会泥巴什么会多一点嘛。湖蟹的话吃起来的话就是几乎没有那种泥腥味的。一年的话，像我们一亩会放个2000只左右，它生长过程中它也会有那种损耗的，就是我们实际的产量的1万出头。蟹的话，其实像我们这个有扣没扣，其实都是可以卖的，一般我们都会有配。但是像我们一些自己吃的那些老客户啊，或者说来我们这里现吃的一些，我们是用不上扣的。过水蟹这3个字是存在，但是这么做的是没有的，因为首先螃蟹它生长的环境不同，水质不同，就相当于我们蟹会应激啊，就死掉啊，水质不同。像他们这种过水蟹的话，只是一个这种说法吧，不会真的说有人去这么干。公蟹嘛，就像我们人一样吧，身体素质什么都会更好一点，这也算是性别的天赋吧，会长得会更大一点。母蟹的话，它个头没有那么大的，这个主要是因为受精过的它蟹黄会变黑。我们没有卖蟹的时候，就是养蟹的阶段嘛，就是我们蟹苗2月份下进去的时候就一直要养了，都是在喂蟹养蟹。风雨的那2个月，我们会清理一下那个塘啊，各种之类的，那个塘1年4季都在用的。然後像我們年輕一些的嘛，出去上班。最後講少少資訊俾大家知，陽澄湖總共咧就只有16000畝湖養蟹，每1畝湖咧只有600個真正嘅紅色蟹扣，即係陽澄湖總共就只有960萬隻蟹係有蟹扣嘅湖蟹。咁1畝湖當佢產量係1000隻左右啦，即係大概有640萬隻蟹咧係蟹農自己出貨賣嘅。咁加晒上嚟咧就只係得1600萬隻湖蟹。咁全中國嘅產量咧係大概2%到3%左右啦，都唔夠全中國嘅1日嘅銷量嘅。咁啊好老實話俾大家知，你喺電商平台或者喺各種地方寫住什麼正宗陽澄湖大閘蟹，90%都係其他地方養出嚟嘅蟹，根本唔需要放落陽澄湖嘅水一樣賣俾你嘅。所以邊有咁多正宗陽澄湖大閘蟹你食啊？明就明，唔明就揾黎明啦。拜拜，拜拜，旺财。拜拜。你一起走，我要去搭风车。旺财，我们去搭风车。咁跟住我哋就去咗大風車 cafe。
頭先食蟹嗰度過嚟大概係10分鐘車程啦。大家可以喺呢度飲杯嘢，影幾張靚相，打個卡。呢度影嘅相非常出片啊，仲可以喺度睇到陽澄湖嘅湖景啊。唔記得咗同大家講，中秋過後到新年期間食大閘蟹嘅季節呢，就盡量唔好揀星期六日同大陸嘅公眾假期嚟陽澄湖啦，呢度會非常多人同埋勁塞車嘅。好啦，咁今日條片就到呢一度啦，大家中意就俾個 like， 俾個 comment，subscribe 啦。咁如果大家想食大閘蟹呢，有興趣食嘅話，係食到湖蟹嘅話呢，你可以揾佢啦。呢個就係佢嘅小紅書，大家喺小紅書 search 佢呢，就揾到佢噶啦。咁一定咧，保證係食到正宗嘅陽澄湖湖養嘅大閘蟹。係咁先啦，呢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